今仔日阮要对名古屋去 Osaka 佚佗。一到车站，就看到这帮红色的火车拄好到站。阿母讲，这帮火车甲伊伫网站顶悬看到的同款，等下应该就是坐这台。结果等啊等，才发现讲，原来要载阮去 Osaka 的是这帮白色的车型。好佳在我目睭紧，才无坐唔到车。车厢头前有荧幕通好看车头的画面，我感觉我敢若是这班火车的列车长。差不多2点钟了后，阮又来到 Osaka 的发现市。原来这座发现市建立伫咧1637年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规间庙啊，因为空袭拢烧了，只剩不动明龙飘过战火。遮的人足侪，也毋过大家煞拢真恬静，野香参拜。听讲伫即阵不动明王身躯顶悬水祈福，就会当得到好运。我咧想，应该是做灵啥的。恁看，不动明王身躯顶拢是青田，应该就是信众水祈福的成果。果然有拜有保庇，我拄到伫遮上出名的猫仔。忽然间，我看到边仔即个洗手槽啊，甲水盒啊，哈！原来参拜进前爱先洗手，实在有够歹势。后摆阮会记住。最后，我伫购物机登记我的名，拜托不动明王，赐我好运。看我抽到的这支枪，应该就证明神明有收到我的祈祷啊！行出发现时，我敢若来到另外一个花花世界。我如果袂记得爱去走出主力球场，因为都东玻璃水上观光船看起来更加好耍。今日ね、ちょうど11日最終日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エベスさんというお祭りやってます。杜兰阿姊是在这里种的，一直叫我甲花店的人讲拜拜。バイバイって言うんですよね。そう、バイバイ。バイバ原来阮来乌萨卡的这天，实在是多开的比试会做得大声讲拜拜，是祝福大家做生意拢赚大钱的意思。座ったまま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Keep sitting please. Don't hands up please. 絶対に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ね。浮き輪橋。浮き輪橋。すごい浮き輪橋です。でこの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ちょっと皆様におねめちゃ返してくれるんで、ネイティブ大阪フレンドリーですよね。次の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落船的所在拄好是下面是台湾，也就是东基福德摩天轮的入口。我当然要来坐。即马拄啊时间上好，会当看到夕阳，对吧？Osaka的夕阳。日头落山。我们要
要到最高点喽！伫天要黑的时阵，我才真正来看古里国山。原来古里国山是1910年参加奥运的选手，伊迄阵伫咧瑞士参加比赛，伊走卡一半香昏去，等到起起了后，比赛已经结束啊。一直到54天了后，76岁的伊才定薪，转去到瑞士走完全程，成做历史上走上久的马拉松，实在使人钦佩。无怪遐济人要来甲古里国山翕相，我嘛要来翕一张。